主2024年8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比收到声像搁较重要的代志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下卷14章第1节到15节。阿米亚转去伊的列祖遐，人甲伊安葬伫大别城。伊的囝阿撒续接伊做王。阿撒在位的时，全国太平10年久。阿撒做上主伊的上帝看做好，看做正直的事。伊废除外邦神明的坛甲山头坛，毁坏石条册阿舍拉女神的雕像，佮命令犹太人寻求上主因列祖的上帝，遵趁伊的律法诫命。佮伫犹大逐个城废除山头坛甲香台。伫阿撒治理的时，犹大国得到太平。伊伫犹大起几座坚固的城，因为国家太平。伫迄几年拢无战争，因为上主赐伊平安。伊对犹太人讲：咱着来强化这个城，四围起墙甲城楼，安城门甲门窗。因为咱有找求上主，咱的上帝，这个土地也是咱的。咱有求叫上主，伊就赐咱四境平安，因就修造这个城，事事拢顺利。阿撒的军兵举盾牌甲抢的犹太人有30万，举盾牌开弓的便雅悯人28万，因拢是强猛的勇士。古实王舍拉带军兵100万，战车300台来攻击犹大，因来到玛利沙。阿撒出去迎战，双方伫玛利沙的西法山谷排阵。阿撒求叫上主，伊的上帝讲：上主啊，你会当帮助弱小的，嘛会当帮助强大的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帮助阮，因阮倚靠你，搁奉你的名，要甲遐个强大的军队交战。上主，你是阮的上帝，毋通互人较赢你。上主就拍古实人，互因对阿撒甲犹太人的面前逃走。阿撒甲伊的军兵对入因，直到基拉尼。古实人死伤真多，军力袂当搁复原，因为因互上主甲伊的军队完全拍败。犹太人得到真多战利品。因搁攻打基拉尼周围的城，因为遐个城的人拢真惊上主。犹大的军队抢遐所有的城，因为城内财物真多。因破坏精生的条，抢真侪羊甲骆驼，就倒去耶路撒冷。比收到声像搁较重要的代志。伫一遍小组聚会中，一位姊妹分享伊全家信主的历程。姊妹的故乡是屏东县高树乡，厝内的人甲当地多数的居民共款，拢是信奉民间宗教。有一遍，伊的家族有人过身，厝内的人就去找师公来协助料理后事，无想到找遍全村，竟然无任何一个师公通来斗相共。后来，一位厝边对因讲，通找教会的牧师帮忙。因为安尼，因全家头一遍踏入教会，就是请牧师来为着因的亲人办理后事。因着一场丧礼，因有机会接触
福音，最后全家拢信主。回顾过往，即个真感谢长龙时长辈单纯的信心，互伊和全家的人有机会蒙受生命的祝福。接续阿比亚做犹大王的亚撒，也是一个有单纯信心的王。历代志作者甲咱讲，因为亚撒专心寻求上主，带领国家享有10年太平盛世。亚撒是犹大国头一位带领国家进行宗教改革的王。除了废除所有犹太城邑中的神庙和烧香的祭坛，伊也带领人民寻求上主，遵守诫命。亚撒和罗波安同款，拢致力伫修筑城墙、坚固城池。无共的是，罗波安虽然是修筑15座的城邑，城池也是互埃及军队攻破。圣殿和王宫的宝物拢互弑杀夺走。总是亚撒却会当挡掉古实王谢拉所率领的庞大军队之攻击，因为伊专心倚靠上帝。可见，维持国家和平甲稳固的关键，并非城墙的坚固，反倒是国家领袖是毋是会当带领人民谦卑寻求上帝。亚撒王甲人民讲，建造城墙通互城池稳固，毋过专心寻求上主，伊会保护因、赐因四境太平。当古实王率领大军入侵犹大时，亚撒面对将近1倍的现实军力，伊划定的毋是地上的明军势力，是对万军的上主坚定信心。亚撒向上帝祈祷：上主啊，你会当帮赞弱小的，嘛会当帮赞强大的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帮赞阮，因为阮倚靠你，搁奉你的名要甲遐强大的军队交战。上主，你是阮的上帝，毋通互人较赢你。即次的战役，亚撒的军队虽然和古实大军的战力悬殊，上帝却互因彻底击溃对方。对历史的角度看，即次战役差不多瓦解对南方来的外敌侵略。伫接落来的日子，犹大差不多无搁再遭受南方来的攻击。寻求上主的人虽然会经历患难甲危机，但是因着深知家己毫无胜算，就专心倚靠上帝。相信伊会带领咱赢过一切挑战，因为上帝是帮赞倚靠伊的弱小者赢过强猛者的主。默想，我捌因为多多寻求上帝的帮赞，就伫困境中经历到受拯救的经验无？我捌因为多多寻求上帝的帮赞，就伫困境中经历到受拯救的经验无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求你帮赞我搁较深寻求你，赢过寻求世间的帮赞，帮赞我伫一切代志的顶面，会晓坚定倚靠你，因为除你以外无别个帮赞，因为你帮赞软弱者赢过强猛者。我伫你的内面经历真实的平静甲安稳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